午餐时间一到，台南永康国小学生排队取餐，3菜1汤的组合，营养有搭配，有蔬菜，有排骨，嘛有海产，丰富又个美味的菜色，互囡仔食了真欢喜。还不错，还不错，那口感如何？还蛮 Q 的，很 Q。很 Q。那你以前喜欢吃鱼吗？酸酸又甜甜，对，好吃吗？好吃。但因为有未少囡仔无爱食鱼，永康国小营养师王琼燕特别发想创造出一道大部分小朋友都会接受的口味，柳丁加上石斑鱼的创意料理，酸甜的口感，加上 Q 弹鲜甜的鱼肉，希望会当得到小朋友的青睐。一般小朋友呢都不喜欢吃鱼，其实呢鱼它还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像石斑鱼呢，它的脂肪含量就很低，然后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鱼皮还有丰富的胶质。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道石斑鱼料理呢，就是利用柳丁它天然酸甜的果香味和石斑鱼它肉质鲜嫩有弹性的特色，两者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就推出了这一道橙汁石斑鱼。那这一道橙汁石斑鱼呢，就是有酸甜的口感，而且又非常开胃的料理。台南东山的柳丁，加上国产优质石斑，变成酸甜胡萝卜的料理。永康国小校长洪国展表示，将上在地吃当季的理念落实在学校营养午餐当中，同时也配合着国家支持国产农渔业政策。在地食材也是我们台南市政府一直在推动的食农教育里面推动一个很大的方向所以我们就结合我们现在东山盛产的柳丁，来加我们石斑鱼来做一个创意的一个石斑鱼料理因为我们在思考鱼类的话，其实小朋友接受度也不高了所以我们希望是说用这一种创意料理来吸引小朋友愿意去尝试这种高经济的这种高价值的鱼种，这平常午餐时间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的食材。那也所以说这一次其实也蛮特别的，那包括搭配我们现在的盛产的菱角，所以我们的菱角排骨汤也是当成今天的一个汤舀的部分。所以今天其实结合蛮多的一个在地食材在我们的学校的午餐食材里面，我们希望说孩子可以在学校营养午餐里面吃得好，也要吃得够营养。营养师的卡书采用在地当季水果日菜，除了提升菜式变化以外，更会当增进料理的风味，更搭配政府政策推出特色营养菜单，让师生吃了健康又个安心。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